来关心明年的总统大选，这个正的呢，那准备找一个副手，1+1敢有大过2的效果呢？这郭台铭要独立参选，伊的副手找艺人罗培霞，不过这罗培霞有双国籍的身份，和经历也引起争议。郭台铭办公室表示，讲罗培霞当咧办放弃美国国籍，2个月时间也阁会赴。也那民众党的郭文德副手有风声讲是要找亚虎进前的总经理周开莲，不过当中勇士来否认。也那民进党的部分呢，外国媒体拢有伫咧摇，讲这罗清德若准含萧美琴出来选，对这选情有加分的效果。甲国科会主委有讲有笑，副总统罗清德对提问是无回应。外国媒体阁预测，伊甲驻美代表萧美琴搭配，选情会大加分。15参加人工智慧年会开幕式，致辞的时阵讲，人工智慧愈发展，对台湾是好机会。台湾是民主国家，而且呢，我们的 ICT 产业又这么强，地缘政治的新时代里面，我们的机会之窗会越开越大。罗清德活动结束，过去国民党好友谊故乡家己，去几啊间庙拜拜，共款讲 AI 对台湾的发展。也那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副手的人选有风声讲，可能是锁定前亚虎总经理周开莲。这段期间当然会多方征询嘛但是从那个赖佩霞的例子就知道，请大家不要乱猜，反正到最后一秒你就会知道。郭文德并无讲明，党中央嘛否认，讲人选还阁当地找。也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副手罗培霞，当地办理放弃美国的国籍。不过外界关注讲，这个程序真复杂，敢讲会赴参选登记上尾期限。那今天早上呢，他也再度跟律师再度讨论开会，所以我们会在最短时间内向 AIT 提交申请。虽然时间很赶，但是并不是做不到。除了双重国籍引起讨论，连学历嘛表出争议。罗培霞15发声明，讲伊个人的背景真够大，唔捌隐瞒或者是扭曲。伫哈佛大学进修，敢若是短期班，唔捌讲过有摕到学位。也那广州暨南大学的学位，强调拢有正式文件，朴素论文嘛会当查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中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今去到纽约，驻纽约办事处的处长，也个在地侨胞，拢去机场接接。也那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也伫社群媒体顶头写文章，期待伫华府和侯友宜见面。900名侨胞手提国旗，大花口号来接机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伫美国时间10暗时7点外到美国纽约，对侨胞的热情，侯友宜真欢喜，伊一来握手致意。侯友宜更加亲身摕手机甲侨胞来翕相，有关甲侨胞的距离。其中也有人对华盛顿跳工来到纽约，目的就是为着要见侯友宜一面。一定爱我们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永续繁荣，一直坚定的做下去。谢谢我们所有的侨胞盟友热心的支持。好，谢谢。侯友宜伫美国表现外交，也毋过国内回民进党阵营整合依然是难题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对郭台铭副手罗佩霞来发话，哀悼3天苦劝郭台铭。我相信这个赖佩霞女士会发挥她沟通的能力，帮我们大家共同跟郭董沟通一下，大家都以大局为重啊，放下自我，尊重一下我们60%以上的民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